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粉紅同粉紫色嘅珍珠。珍珠嘅顏色主要取決於幾個因素。第一，貝殼種類，唔同種類嘅貝殼會產生唔同顏色嘅珍珠。第二，環境因素，珍珠嘅顏色受周圍嘅環境影響，包括水嘅質量、溫度同埋微營養素嘅濃度等。呢啲環境因素會影響貝殼喺分泌珍珠質嘅過程，從而影響最終產生嘅珍珠顏色。第三，珍珠質層嘅厚度同埋質量，珍珠質層嘅厚度越高，顏色通常睇落去飽和度就會越滿。第四，色素嘅生成，貝類分泌珍珠質嘅時候會自然生成色素，呢啲色素會影響珍珠形成嘅顏色。例如粉紅色同埋粉紫色嘅珍珠可能含有特定嘅色素，令到我哋可以有呢啲咁靚嘅天然粉紅色同粉紫色嘅珍珠。呢四種因素就會取決於珍珠嘅顏色，令到每一粒珍珠都係獨一無二。所以你見到嘅粉紅色同埋紫色嘅淡水珍珠其實係比較稀有㗎。必須一提，粉紅色嘅珍珠中海螺珠嘅價值係最貴，由於養殖係非常難同埋時間需要好長，所以屬於非常稀有嘅珍珠種類。如果你想要接觸海螺珠嘅平民版，其實可以選擇海螺珠嘅貝殼衍生出嚟嘅女王貝，佢呢種天然嘅粉紅色做珠寶真係超靚。喺市面上嚟講，粉紅色同紫色珍珠一般都會比白色珍珠貴，大家要小心。喺市場上有好多染色嘅珍珠，大家購買嘅時候必須要小心選擇，確保你買嘅係純天然嘅彩色珍珠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就可以留言或者直接 PM 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